因为各部体育署协定淡市西湖公园有973万将兴建风雨篮球场，市府配合看343万刷送议会审查，对这项预算案，议员拢表达支持。不过对着工程的进度甲后续维护管理，在地议员纷纷表达关心。提出的提案，但是未来管理上，局长未来管理应该是委由地方来管理嘛？只要是属于这种球场的话，就合约到我们的各区区公所去管理嘛。所以我想这个，因为其实它其实风雨球场，新建之后，我想完工之后，那后续管理上的问题，我觉得也是要协助地方来完成。因为迄个所在和主体区是拢足接近，如果你若拍图拍到上嘛，那个社区很多都是老人家了所以有可能会影响到因的作息所以未来的那个管理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部分要提醒。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你那个风雨球场的设计，那可能会改个一寡球你球是要算还是要安怎？我们希望说可以做一个比较公平的考量，而在能够互助联盟的球场有去做扩大跟建设风雨球场这边，希望可以在协助我们体育处跟市场这边大力的把这个如此的基层建设第一奖上。该因为未符纳入市府110年度总预算，教育局为了争取中央补助的时候，才请议会伫这摆大会同意升点付，期待工程伫112年会当发包动工。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